上，因为上主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因为这是主耶和华的喜年。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桃园市是主所拣选的城市，阿们吗？阿们。我们桃园市的子民是主所祝福的教会，是主所祝福的子民，阿们吗？为主赢得城市，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也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释放。主啊，求你恩膏我，主。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喜年。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喜年。弟兄姐妹们，我们起立一起来唱。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宣告说：主啊，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喜年。一起来宣告说：主啊，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喜年。桃园是主所祝福的城市，对不对？阿们吗？阿们。我们迦南教会是主所赐福膏抹的教会，我们为要来赢得更多的灵魂，为主赢得这城市，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请坐。感谢主。主耶稣告诉我们，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一切的话语。主他赐给我们生命的灵粮，为要成我们的依靠跟帮助。主赐生命力量，我灵所需，犹如焚香与饼在家里，神经字里行间，我寻觅你，我心渴慕救主永生话语，主你阐明真道，我心不移，犹如主血与饼在家里，罪恶捆绑解除，锁链脱离，我获得真平安，永远欢喜。主赐生命力量，我灵所需，犹如焚香与饼在家里，神经字里行间，我寻觅你，我心渴慕救主永生话语，主你阐明真道，我心不移，犹如主血与饼在家里，罪恶捆绑解除，锁链脱离，我获得真平安，永远欢喜。感谢赞美主，因为神所赐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大，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欢喜。神的恩典要时刻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只要你相信，你就能获得。我们要天天来宣告、求告主的名，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要用真诚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呼求神。真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神
这样说了。你抹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我称赞。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父，我们心里要来赞美你，口也要来赞美你。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来这里敬拜我们的神。何等恩典，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何等恩典，上帝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都是因为神你的爱。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阿们。我们一起来攻祷。首先，我们做感恩认罪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好，我们一起来做感恩认罪的祷告。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是因为神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做神子女的，我们口中所结出的果子就是颂赞、赞美神。感谢神也是应当我们时常要来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以感谢为祭献上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尊荣神，是神所悦纳的。因为他说这样我们必能够看见神的救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是因为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我们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圣洁的人，来寻求神、敬拜神。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你赞美我们，赞美你是恩典的父。主啊，我们要时常来开口来赞美你。主啊，圣经说，我们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献祭的，就是那承认主嘴唇所说的果子。哈利路亚！我们要时常开口来承认，我们是主你的子民。主啊，我们是要依靠你的，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每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神合一的教会。我们同为子女，当彼此相爱。主啊，让我们能够时常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求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凡呼求你的，必能够得到神你的应许。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带着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召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是蒙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你看我们为眼中的同人，并且深深地爱着我们，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天父。你总是看着我们的需要，并且陪伴我们走过那些不容易的日子。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特别在不容易、不愿意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愿意来顺服你。
如同耶稣顺服你一样。主啊，求主你光照我们内心，除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使我们不至于在罪中打滚。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给魔鬼留下地步，以至于我们陷在罪里。求主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原谅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进入神你的恩典永流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好，我们再来做医治释放的祷告。我们来读这段经节：你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好，我们邀请耶稣来成为我们灵里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将我们的忧虑都卸给神，然后再来饶恕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用饶恕的心来向神来祈祷。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赦免的罪，主啊，医治我们的灵魂，释放我们的自由。主啊，身心灵的健壮，也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在神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当中得着自由。神没有应许天赦长难，但是神应许我们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我们不丢奉主耶稣的名，弃绝一切从撒旦来的谎言，恳求天父因着耶稣基督所留下的宝血及复活的大能，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罪与死亡，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不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以至于我们有勇敢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与他人和好。赐给我们一颗愿意顺服受教的心，好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成为祝福别人生命的人。也求主怜悯我们当中肢体软弱病痛的，求主你坚固他们的信心，恢复他们心中的盼望，在等候中加倍的赞美主。求主来医治他们身体的疾病，释放他们身心灵得到自由，使他们成为你荣耀的器皿，见证你的全能，成为传福音的勇士。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好，接下来为主日来守望，我们来读这段经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一起来为牧者、长子团队，还有本周的各项的服事同工来守望祷告。为了今天是为了传播基金会的施工，经费同工求主保守供应与带领。第二位4月25号松大的委员会议，跟4月27号教育部的信徒讲座。还有教会的5楼、6楼、8楼在整修，我们为了这些事来祷告。再来为第3组的姐妹来祷告，弟兄姐妹，还有组长求主带领每位组员及家人信仰坚定，神的话喂养灵命成长。求神保守组员们出入平安，刚强壮胆，如鹰展翅高飞。求神赐给组员们身心灵健壮，
医治他们的疾病，得到痊愈。好，那我们就为了这4项事情来祷告，我们同声出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神，圣天父上帝，主啊，这是主你所为我们设立的今天的分别为圣来亲近，享受你的同在，求主帮助我们放下属世一切的重担搅扰，到时候单单来仰望你是否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是要诚心的将我们所有的诚心献给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要恳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单单的朝见你，让我们能够领受从神来的喂养，从神而来的祝福，让我们的灵命得到保守，让我们的生命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全能天父上帝，我们同心合意要来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传播基金会来祷告，一切所要推动的事工都能够有好的果效，供应一切所需用的经费都充足，预备合神心意的同工，也透过基金会的各项传播的事工，能够让人有新的眼光、新的启发、新的体验，有新的生命，也能够得到新的喜悦，让台湾的人民在兴旺爱当中能够建立幸福的根基。也求主保守4月25号松大的委员会召开都能够顺利，4月27号的信徒讲座，晚上的培灵会，求主赐福，让说的听的同得益处。教会5楼、6楼、8楼的整修能够如期的完工，在使用上能够合用、耐用、好用。我们要为这第3组的弟兄姐妹及组长来祷告，求神带领所有的组员及家人有坚定的信仰，生命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永不动摇，也有刚强壮胆的心去面对生活一切的挑战。求主保守组员的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心肾病痛得到完全的医治，平安喜乐充满他们。求主来垂听我们同心合意在主你的面前祈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所以我们用主祷文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报告。本主日是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那我们由那个张德林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报告，请弟兄姐妹关心代祷及奉献。那我代表教会来跟张牧师谢谢。5月5号教会举行第3次的圣礼典，要受洗要报名的，在4月21号前跟主任干事跟行政干事来报名。2024年信徒讲座，透过腓立比书看工人与教会，讲员是杨宗生牧师，时间是4月27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那中午有供餐。在教会49号2楼。教会在2025年，我们即将迎接60周年，那我们有出一个特刊哈，那我们欢迎弟兄姐妹提供宝贵的意见。那我们在周报里面我们有夹那个意见表，那我们收件是到28号，从14号到28号。那我们可以填写一下，找时间填写一下，然后交给我们教育部的同工。那教育部的同工在会后会在门口收件，欢迎大家提供意见。然后宣教组传道部宣教组报告我们有那个江南教会佩巡杯的乒乓瘦肉粥已经宣传一段时间我们
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那2人组成一队，哦，那有很多的趣味活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网站，哦，那个在我们迦南教会的粉丝团上面都会有重播。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是最后完结篇，那前面没有看到的人可以上我们的那个迦南教会的粉丝团可以看得到哈。那欢迎上去观看，然后并且能够报名来参加。那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请教那个青年牧区或那个立柱长老。好，那么看一下那个影片。乒乓兽肉桌接力赛完结篇，今天要一次揭晓兽肉粥跟鲍鱼粥2关的内容，其实都跟前面的关卡一样，看名字就知道了。兽肉桌的 “so” 就是非常的意思，肉就是肉肉的，很长的意思，所以这关就是要在很长的距离之下跟我们的关主完成对打3下才算过关。这样一来，前面4关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主办单位会帮各位参赛者分成4人一组，每个人负责其中一个关卡。当你们各自展现自己擅长的技术，接力突破前面4关之后，一起来到最后一关鲍鱼粥。在这关要有第1个人负责发球，第2个人要在球过来的时候跳起，让球从胯下飞过，第3个人要负责用球拍接住，传给第4个人负责把球击回对面，就完成这关了。因为在挑战过程中，第2个人要一直跳，如果4人没办法有很好的搭配，他的比目鱼机就会爆炸。这就是所谓的鲍鱼粥。好啦，接力赛的关卡内容都已经公布完毕，别忘了我们还有2人默契对拍的竞赛以及正式单打赛，也准备了厉害的奖品等着大家。报名即将截止，再不来报名，主办单位就要拿着奖品去吃大餐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好，那个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哈。那个青年牧区，很辛苦也很用心在准备。哦，如果没有大家参与，哦，这个活动就缺少了意义哈。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再来礼拜6 4月27号有一个培灵会，礼拜6的晚上哈的6点到8点的时间，那地点是在33号这个地方2楼。哦，欢迎大家来参加，在下一周哦。然后4月28号，我们有迦南教会的健康关怀咨询的活动。哦，那这个活动原本都是在文昌公园，那今年我们回到教会49号，然后欢迎大家来参加。那也可以跟我们的社区朋友说，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哦，在教会有这个活动的服务哈。那服务的项目就是慢性病及饮食的咨询，然后儿童发育发展咨询，还有正确的饮食建议，然后我们会赠送小礼物。好，再来2024年的阿嘎贝的品格夏令营已经开始了哈 ，Kimo 的探索之旅同工招募已经开始了。那我们营会的时间是7月8号到7月12号。然后欢迎大家来报名。好，4月24号礼拜3的10点半到12点，松大有讲座，主题是为何苦难不请自来，培养面对困境的智慧。那讲师是邱雪梅老师。那我们这是线上的课程，那我们可以问一下那个社区干事。4月25号礼拜4 12点半召开松大的校务委员会。那地点在402教室，好，欢迎相关的人员要来注意参加。好，今年志工队举办了教育训练，那时间是在4月28号的礼拜天下午1点半到3点半。好，那我们有邀请那个桃园荣民医院的护理人员来教导我们哈。主要的内容就是急难救助的一些常识，还有一些实作、一些设备的使用。然后欢迎有志工的或者是会友来报名参加，因为我们只有名额只有50个人这样子。那现在目前还剩下10几个，然后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
好，陶家互助社需要成真储备干部哦，然后要大专商科毕业的哦，那没有经验的是可以的。然后也欢迎2度就业的人士来报名，啊，如果有要报名的，就是寄履历到中华路的10号9楼，啊，陶家互助社啊招聘的小组哈，招聘小组收。再来5月16号礼拜4的早上10点到下午的3点，竹中妇女部于桃园教会举办人才训练会。妇女查经营，那欢迎姐妹来参加，报名费是200块，可以向田处理长老来报名缴费。好，再来来宾的介绍，今天没有新的来。好，下一页。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一起来。我迫切期待和盼望的是，我不至于在有所亏负，反而能时时刻刻具有充分的勇气，尤其是现在，无论生死，用整个的我来荣耀基督。腓立比书1章20节。好，再一次，我迫切期待和盼望的是。我不至于在责任上有所亏负，反而能时时刻刻具有充分的勇气，尤其是现在，无论生死，用整个的我来荣耀基督。腓立比书1章20节。我们现在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我们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请起立。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要立定我们的心志，成为你所喜欢的祭，将你摆在首位。我们要成为一个奉献的生命，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成为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人。这时，我们要奉献我们的金钱、才能、时间，作为主圣工所用。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好，记载在马可福音1章29节到31节。马可福音1章29节到3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他们离开会堂，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去。雅各和约翰也一道去。西门的岳母正发高烧，躺在床上。耶稣一到，他们就把他的病情告诉耶稣。耶稣去看他，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热就退了。于是起来接待他们。好，以上。我们这时候请张德林牧师来做信息的分享。所要讲的题目是：做个能回应恩典的人。做个能回应恩典的人。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章29到31节。我定的题目是做个能回应恩典的人。那这段圣经里边记了耶稣治疗彼得的岳母的故事。马可福音是记西门，我们今天的那个经文是念西门。西门是彼得的希伯来名字，彼得是西门的希腊名字。那基法呢？是他的，是那个彼得的亚兰文的名字啊。所以这些有时候是他大概哪个族群里面用了哪一个名字，在族群里面用哪一个名字，这样的不同而已，不是说有不同的人。其实我们今天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嘛。你如果在讲英文的社区里面，你可能叫 Peter 你回台湾，人家可能叫你德林呢，可是我的父母亲叫阿林呢，其实这些是不是3个人？不是同一个人啊，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在称呼我。那这一开头就跟我们提到说彼得这里有3个名字，那都是同一个人。那首先，我们通过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彼得结过婚了，很重要。你们觉得不重要吗？天主教认为，从第一个教宗到最后一个教宗，通通没有结婚。他们认为第一个教宗就是彼得。彼得有没有结婚？刚刚不是念了吗？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啊，他的岳母生病了，对不对？据教会史里面的传说，彼得的妻子一直是彼得传福音的好帮手，甚至彼得最后要殉教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传一个故事，教会史里面都一直这样传。他最后是被倒钉十字架，死得非常的痛苦。彼得最后被倒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旁边就是他的妻子亚历山大的格利勉，在他的一本书叫《札记》第7章第6节，他里面这样记载说，彼得跟他的妻子一起殉道。彼得要被倒钉在十字架之前，先看着他的妻子忍受苦刑。札记这样写：彼得看到他的妻子被带到死地，就为他的蒙召归向天家而欢喜。他鼓励安慰他的妻子，呼叫他的名字说：当纪念主。在最后的一刹那，彼得对他妻子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当纪念主。彼得有妻子，当然有岳母，这是我重点要提出来的。天主教会这个你不能跟我再 argue 这些问题了。当然有岳母。今天读的圣经说，彼得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你不管是和合本或者在其他的那个本子里边，都翻成热病。那热病说实在我们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啊。
大概我去查了一些比较深一点的那个的注解的本子，普通都会说热病第一种可能是马耳他热啊，结果马耳他热他也没有介绍，所以我也不知道马耳他热是什么。第二是间接性的热病，都很类似肠病毒了。第三个是疟疾，马拉利亚。那最近的学者比较倾向说，彼得的岳母应该得的是当时在地中海沿岸非常盛行的疟疾马拉利亚。圣经记载说，当有人告诉耶稣，说彼得的岳母已经得病了，得了一种像马拉利亚的病，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这是一个神迹，经文短短的。但是告诉我们，当耶稣靠近的时候，你的病就退了。彼得的岳母得了痊愈，我们要把重点放在31节的最后一句话，他就服侍他们。彼得的岳母得了痊愈，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以及他的门徒。换句话说，彼得的岳母是一个会回应上帝恩典的人。你说有人得了上帝的恩典不回应的吗？有，这种人很多。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王尔德的一个很出名的小说哈，里面他自己称了，我这本小说是世界上最精彩的短篇故事了。那你们听听看，这个短篇故事是哪一类的短篇小说？别人看完以后，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可怕的美妙》。哇，这个名字也很可怕。美妙就美妙，哪有可怕的美妙？后来你读完，还真是可怕。基督从单纯的环境往一个奢华的城市走去。当他经过第一条街道的时候，听见上面有声音，看见一个青年醉卧在窗台上。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要在醉酒中浪费你的灵魂呢？”这个年轻人说：“主啊，我原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你把我医好了，治好了。我眼睛一张开就看到这个女生站在前面，我还能做其他什么事情吗？”他把责任全部推给上帝，让一个女孩子站在他前面。主啊，我原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你把我治好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穿过这个城，走了不久，他看见青年跟随一个妓女。基督跟着他，刚刚那个不是那个女人，是那个在醉酒中浪费你的灵魂。那第二个才是你为什么在淫乱中消磨你的灵魂呢？这个年轻人说：“主啊，我原是瞎眼的，你把我治好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眼睛一睁开，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在前面了，我只能顺着我肉体的需要去做我所想做的事情了。”最后，耶稣在城的中心看见一个老人弯曲的身子在地上哭泣。当他查问他：“你为什么哭的时候，为什么弯着腰在地上哭的时候？”这个老人回答说：“主啊，我原本已经死了，但你使我死而复生。我除了哭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弟兄姊妹，这是王尔德里面写的小说，他认为写得非常精彩。那精彩在哪个地方？这世界上很多人就像这个样子，就是麻风得医治，这是恩典；瞎眼得看见，这是恩典，恩典中的恩典；死亡得复活，那是更是恩典。不过，当这些恩典发生的时候，这些人得了恩典，却不知道回应上帝的恩典，他们不知道要做些什么。这是我今天的主题，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彼得的岳母医治好了，
他好了以后，他马上就回应上帝的恩典，去医治他去服侍耶稣以及他的门徒。这是一个可怕的比喻啊！人们常常滥用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成为一个无法回应上帝恩典的人。但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却不是这样。彼得的岳母生病好了，他就服侍他们，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回应 response， 责任 responsibility。你一个受了上帝恩典的人，必然要回应上帝的恩典。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回应，在上帝的面前，那就是得罪了上帝。所以，一个领受过上帝恩典的父母，他应该认真工作，照顾全家。一个领受过上帝恩典的孩子，不应该让父母亲担忧。出门在外，总要让父母亲听到你的消息，都是好的消息。我没有一点点自夸的意思哈，但是我常常觉得一件事情，大概在我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可以告慰我的父母亲的，就是我如果在外面得到一点点的荣誉，讲了一篇很好的道，很多人很快就会告诉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后来在我的妈妈或者我的爸爸的那个脸上，我可以发现说他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你要孝顺父母亲，不一定要让他吃很好的东西，让他穿很好的衣服，这样就是孝顺啊。你有那个能耐，你应该努力好自己，尽你的责任，让父母亲高兴。一个领受完上帝恩典的老板，应该好好款待员工啊，不能赚了一点点钱就什么小三啊、小四啊，甚至还有小五啊之类的等等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事情。一个领受了上帝恩典的工人，应该尽职做工，不可想说我这只是一个工厂中的小螺丝而已。小螺丝一掉，整个工厂都会受影响。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老师，应该要准备课程，传达真理。我大概30几岁的时候，我常来你们教会，所以我们中间年轻人都不认得我。那时候我在中安大学教书，那个时候还是白色恐怖的时候，你在课堂上稍微讲一点点批评的话的时候，都要跟你记点，还很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我都还没有上课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我今天早上这一堂课的时候，我应该讲 A 还是应该讲 B？ 我在那里犹豫。我做一个老师，我应该要传达真理，我到底要讲哪一个？我知道我讲的这个，可能别人就要跟我记点，可能我将来就有麻烦。讲的另外一个，可能我就没事。要做哪一个？你们猜我做了哪一个决定？我后来在中央大学非常有名，甚至在万能工专、在中原大学，充满我的那些报告。我现在事后已经到今天已经73岁了，我回头看当年的日子，当年的时候，我会感谢上帝，让我那个时候讲别人所不敢讲的。因为传达真理常常是很多人都不敢说的，但一个基督徒要敢于表达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行为。作为一个学生，也要努力学习
准备好自己。当上帝问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你要随时可以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里比较没有那个长老教会的那个崇拜了哈，回应上帝的恩典。你们稍微想一想，主堂那边，我们的那个主堂那边，我们主堂大概的中间都会有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啊，有些是放了一个大的圣经啊。那我们的崇拜的那个程序，应该一开始都有恭受上帝的话，啊，阿哥来对不起，静候上帝的话，再来是恭受上帝的话，再来是回应上帝的话，啊，最后是奉差遣或者是实行上帝的话。整个崇拜是以上帝的话为中心。啊，我请大家注意一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回应上帝的话。回应上帝的话是在讲道完，我们会唱一首诗。我们唱那一首诗的时候，我们普通都把它叫做什么诗？回应诗，非常好。回应诗，那回应什么？回应刚刚所听的道理，回应刚刚所听的信息，回应上帝通过这样的信息能够临到我的心。做个回应上帝恩典的人。所以一个长老会的传道人，如果讲章讲坏掉了，那一堂差不多完蛋了。啊，有些教会就比较不注重讲道的，比方圣公会，讲道讲5分钟，哦，所以有一个圣公会的牧师就跟我跟我讲，开我玩笑，嘿嘿嘿，我们5分钟讲坏了，我们还有仪式可以撑着。你们讲了25分钟，讲坏了，整个就塌了。哎，这个某种程度是正好讲了这些教会的仪式与崇拜的不一样。不过这里面所讲的那个回应，我们要注意，那里的回应是要回应上面所听到的，回应我今天崇拜到那个地方，然后回应，等一下我要用金钱回应。要用关心别人回应，因为会报告很多人的生病了什么等等的事情嘛，最后那个你会唱回应诗来回应，这个回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很喜欢呢 Craig McFarland 的一个故事哈，他是一个很能回应上帝恩典的人的故事哈。McFarland 他是一个世界盲人运动中的奇葩。他8岁的时候，他8岁到25岁，27年之间，参加过摔跤、滑雪、田径的比赛，总共获得136面的奖牌，其中103面是金牌。他用努力证明，让人家知道，视障只是对某方面的不方便，这并不阻碍他追求卓越。他后来曾经在他的奋斗过程中间，把他自己在那个奋斗过程中间自己所锻炼出来的几个特质，生命特质，归纳几项，说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我尊重自己，我即使在眼睛瞎了，我还是尊重自己。第二个，我尊敬别人。第三个，我有独立的性格。第四个，我会做梦。第5个，我有热忱。用这样的信息，他对美国1600多所的高中生演讲，然后结论的时候都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如果我这样的人都能够在困难中站起来，从低潮中重新站起来，你们更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McFarland 是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圣玛利亚市的郊外一个小镇2岁的时候，一场无知的儿童游戏导致他失明，但好动的他不仅没有被视障打倒，反而学会更自立。父母亲也以无比的爱心来养育他，让他成为一个跟别的孩子
没有不同的生活。为了证明视障并不会限制他被明眼主流的社会所接纳的事实，他参加摔跤、田径、滑雪、划水等运动。9年级的时候，他加强锻炼身体。注意听啊，凌晨起来跑步，一天做500下仰卧起坐，一天做500下伏地挺身。除了运动以外，他还拿了证券分析师的执照。我都想不通他怎么拿到执照呢？他这个人还在，这个人如果来台湾，我要请教他这个问题。他喜欢唱歌，他还录过2张 CD。他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回应上帝恩典的故事。他有一次出差，你们以后有人开饭店了，不要把视障的人摆在20几楼啊。他有一次出差，人家跟他安排在22楼，结果半夜灰修啊！你听到灰修，第一个不管是视障不是视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办法往下面冲啊！他当然也有办法，他循着那个贴的那个特别的砖往下走，他速度比较慢。也可能是因为他速度比较慢，也可能是因为他视障，他反而耳朵比别人灵敏。他在转角之处，别人因为声音很吵闹嘛，那个声响很吵啊，别人抓到旁边就往下滚了但是他一步一步往前走，角落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在喊说 ：“Help， 帮助我。”他就过去一个摸看，一摸他就知道这是一个老年人，而且还坐着轮椅。他自己是残障者，他知道这些对残障者的辅助工具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就整个把他都扛起来，从22楼一步的往下走，他走到5楼，筋疲力竭，他边走边祷告，上帝，请让我走到地面，让我踏到地面。他完成了，他救了一个老妇人的命。他自己说，上帝让他失明，而一生锻炼身体是为了这个时刻。我觉得他信仰很好，他每天清晨起来这样锻炼身体，伏地挺身等等这样做。我有那样的体力，是上帝早要预备我，帮助这个人家看不见的这个妇人。大饭店那么多的眼睛，眼睛可以看到的人，没有一对眼睛看到这个老妇人，而且伸出援手。但是他说，上帝拣选了我，让我帮助这个妇人，在那特别的晚上，让我有回应上帝的话，回应上帝的爱，邻居的爱。他说：“我认为是应该的。”这人信仰很好。他有一本自传《Inner Vision》，在这里面他说：“我心灵的眼睛可以看见上帝的慈悲及智慧对我的应许。我看到那一条路向前延伸，永无止境。我看到上帝的慈悲和应许摆在我的路前。我觉得实在很可怜。”很多人打开了目睛那么看不到上帝的恩典。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人，他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他前面一路往前开阔。这是一个做一个回应上帝恩典的人的故事。
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应大家想的跟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一样。彼得的岳母得了医治的时候，他马上起来服侍耶稣以及他的门徒，让他们有的休息，有的东西吃，回应上帝的恩典。那在我们日常生活，我想我们也应该像我们刚刚讲的美非人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学会用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用信你，帮助我们不只信你，也愿意信任我们的邻居。你告诉我们要盼望未来的上帝国，帮助我们也盼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桃园变成一个更可爱的地方。帮助我们告诉自己，我们要爱你，爱你的教会，爱主你所要我们去爱的，也帮助我们愿意用爱别人、爱仇敌来爱人如己。主，我们如果不是这样来讲信望爱，我们就把共同的生命讲成共同的死亡。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所听的一切恭敬的放在你交在你的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一起来唱回应诗。主赐生命力量，我灵所需，犹如焚香玉瓶在家里，神亲自领我见，我寻觅你，我心的不救主永生话语，主你阐明真道，我心不移，犹如主赐一饼在家里，罪恶捆绑解除，锁链脱离，我的这平安永远安息。会众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阿们。们。弟兄姐妹，我们再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为基督赢得这城市。我们要走出去传主的福音，为基督来赢得更多的灵魂。阿们吗？为基督赢得这城市，我们要主荣耀的城市，喜乐的代替了悲哀，赞美你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恢复了灵魂的释放，悲伤
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神。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礼拜到这里，我们彼此请安，默祷。